来关心罗岗的权益。中华有一个贵小姐做派遣工，伫上班做事的时呢，倒手和蜜蜂叮到，煞治疗蜂受伤。因为安尼，时常都要去病院看病，袂当做事，和人的公司踢出工作的群组。代志发生当半，贵小姐讲，当时公司讲医药费用拢会负责。 结果无影，目前的为止，敢若付千几箍，搁互伊甲自欠去。啊，这个人力公司讲啊，这是因为贵小姐无提供这个就医，又是看医生的相关的证明，才无倒去甲理赔。佮讲有互伊差不多10个月基本的薪资，啊，对着贵小姐要求的这个赔偿的金额无共识，所以讲只好行法院交互法官来裁定。 一天平均要吃几颗？20几颗。贵小姐两手提药袋啊，伊去年8月担任派遣工，做工课时扣蜂顶着倒手骨，引起蜂受性组织炎，规个红肿。听讲伊强在走病院，无法度上班。贵小姐指控伊扣人力公司退掉工作，佮改洗头路。他在6月24吧，他就开了一张非自愿离职单给我，说你没有每天回医院回诊，就表示说我是什么蓄意的2职的员工，所以说他可以资遣我。 贵小姐嘛指控，人力公司本来要赔全部医药费，不过同个单已经过年半，刚赔1000多块。他到目前才给我1460，差很多啊！我去100多次，怎么可能医药费才1460？贵小姐讲，伊去医生判定倒手骨轻度失灵，无法度行动的，穿衫嘛无法度溜溜啊，嘛无法度继续做工课。看他们要怎么赔偿我嘛？因为你看医生都开账，我到底未来能不能工作？人力公司的主管补回讲，愿意赔偿医药费，是贵小姐未主动提供看医生的相关数据。他每一次调解委员会，他都会拿出一些单据，但是单据从来都不交给我们。人力公司嘛强调，贵小姐发生意外了后，有继续付基本的薪水给伊，每个月超9000块。我就按照你工作的平均薪资一直付嘛，我应该付到将近可能8、9个月、10个月以上。 人力公司讲，该付的公司会予伊，嘛透过中华管府开调解会议，公司嘛拢有来。不过贵小姐提出的赔偿金额，两边拢无达成共识，所以行法律交法官来裁定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